收听10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22章，门徒跟随之道，成全你的旨意。在这段跟随主心意的过程中，是一个充满挑战，甚至会有困难的时候。而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耶稣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在22章32节，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掉信心。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弟兄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除酵节，又叫逾越节，这时间很接近，后来都一起逾越节的节期快到了，这个时候大概是犹太历的正月14、15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来到耶路撒冷来献祭。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很多认同耶稣的人，他们跟随耶稣的人也会比较多的人，这时候会在这个地方。所以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因为惧怕群众他们就想要用秘密的方式，就不让人注意的方式，他们要杀害耶稣。而那时候在跟随耶稣里面有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叫做犹大。经文形容他撒旦进入他的心，他去跟祭司长和圣殿的警卫官商量，要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又答应要给这个犹大钱。犹大同意之后，就开始找机会，要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大概耶稣他接下来要讲话的背景刚刚已经先说完了，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人要卖他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同时也是要聚集，要一起享用宴席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这次耶稣预备了宴席，邀请这些门徒跟随他的门徒来参加。那大家就问你要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预备呢？好，耶稣就说你们进城去遇见一个人拿一瓶水，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去的那座屋子，问那家的主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们。他们去了，真的就遇见了和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就在那里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而这一餐是耶稣预备的。而在这个时候，今天的经文就很长，我们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说到。然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你回到当年耶稣坐席与这些门徒们一起坐席的时候，我想那个心情其实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你要走上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而你现在在面对的一个宴席，在当时我们在这次的迦南之声不断的说到，是要身份地位相称的，是要彼此能够接纳的他才能够坐在同一个宴席当中。这对当时的文化来说是这样。然而耶稣邀请他们坐席的时候，他心里早就知道有人要卖他了。哇，那心情真的是很复杂。然而耶稣他来到世上，就只有一条路，就只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要成全上帝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如同他也对今天的门徒，对今天你我相信耶稣的人说的，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坐宴席。而同坐宴席的时候，在这一餐里面，今天经文这一餐里面，他们享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其实是有一个程序的。然而耶稣就在这一餐里面，不仅是回到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在讲那个救恩，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击杀长子这样的灾害，拯救他们，让他们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主的使者越过之后，那个墙上有涂，门上有涂这个羊羔的血的就越过，如果没有涂的，他们家的长子就会死掉。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原来羊羔的血是一个救恩，是一个代赎，是一个牺牲。而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更新了这个救恩的意义，因为他即将要成为这个羊羔，他即将要成为那流血为我们赎罪，牺牲为我们钉十字架，甚至他死里复活，带来全面性的胜过死亡的权势，带来我们生命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领受了这个使命，带领门徒一起享用这个宴席，更新宴席的意义。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上帝的国度临到，我绝不再喝这酒。上帝的国度临到，在讲的就是接下来他所要经历，带来那一次永远献上的祭。上帝的国因此临到，他为我们完全的赎罪。然后饭后章拿起杯来说，这是上帝所立的新约，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设立的。然后在这一餐之后，耶稣很清楚，他就要去为上帝旨意的缘故受死。然后在这里留了一段话，可是那出卖他的人有祸了。门徒在这个时候享受这逾越节的宴席，享受这真实的接纳，享受耶稣带来新的意义。虽然这时候真的不是很明白，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也说到他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时刻，但是门徒在那个时候还是不是很明白，所以就在那里争论可能在讲说，一开始在讨论说会做这件事会出卖耶稣的人是谁啊？可是讨论到最后就说可能一定不会是我啊，因为你看我的跟随耶稣的年资有多久啊？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服侍了哪些事情？可能就在那里数算这件事，所以耶稣后来才在这里面就要他们不再去这样的争论，就对他们说这个世上是用这个恩主制度，对当时罗马帝国来说就是这样，君王有管辖人民的权利，而且还被称为是救星，就是被称为是施恩主。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啊，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最大的反而是要来服侍人的，那是最是领袖的，反而更像仆人一样要来仆人的服侍。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继续讲到，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就是像一个仆人一样，谨遵主人的心意，按着他的心意，我们的生命是要去成全他的心意。所以后来耶稣也讲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艰难的事，所以后面说之前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什么都不用带，但是这时候却是什么都要带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即将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时刻，他们要面临他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他要被抓、被打，然后被羞辱，甚至被钉十字架，而且还死掉。在这里耶稣不是要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度吗？可是他所带来的行为是让门徒很不解的。然而门徒这时候还非常有信心的觉得，我不可能会不跟我的主。耶稣早就知道你跟我有多少，用华人的讲法就是有几斤重啊，有几斤重啊。他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承受，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对西门说你以后会不认我，然而我要告诉你，我已经为你祈求，就是今天还必须祷告经文，使你不至于失掉信心。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弟兄们。其实耶稣早就知道大家，知道犹大，知道彼得，知道这些门徒在跟随上要去寻求主的旨意临到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甚至会遇上自己生命的危险。然而在今天的经文，耶稣也同样有过这样的心情，所以他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说，
父亲啊，若是你愿意，就把这苦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在经文后来说，在极度的伤痛里面，耶稣更恳切的祷告，他的汗珠像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他更恳切的祷告什么？主，你把这个苦杯移去吗？我想更多的是祷告，主，你让我有信心，为的是成全你对我的心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后来也看到，真的看似是黑暗掌权了，因为耶稣真的被卖他的犹大带领到带着这些官兵来到他面前，真的把他抓走了。而后来彼得也真的在那样的恐慌跟突然发生的这意外当中，对他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其实耶稣也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预告，甚至在吃饭的时候再次告诉他们。然而他还是恐惧，他拒绝承认他跟随耶稣。可是耶稣早已经为他预备，早已经为他祷告。耶稣今天也为你跟我祷告，他知道在跟随他的路上会有很多的挑战，然而他仍然掌权作王。就像这些抓他的长老、祭司长、经学教师聚在一处的时候，要问他说，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的时候，耶稣最后讲的是，你们说我是。他不是说我是他说你们说我是。不管对方是用嘲讽的，真心相信的，耶稣早已在道成肉身的这个30几年当中，活出他看见上帝国的那个格局跟高度了。如今他也在邀请我们领受跟随耶稣的呼召。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挑战或是挣扎是什么？我们要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谢，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见跟随你的这条路真的不是容易的路，甚至也是充满挑战，有时候还会有遇到危险的一条路。然而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透过对彼得的话语也再次激励我们的心。你已经为我们祈求，你不只是知道我们未来的路，你更是为我们预备在这路上需要的信心。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要依靠跟随你的信心，我们要依靠从你来的信实，从你来的话语，使我们不仅是自己若偏离，我们很快可以校正回来，我们还可以回头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走在平安的道路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